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嚟我嘅廚房，我哋又見面啦。今日我想分享家庭版嘅乾煸四季豆，少油簡單又健康。四季豆呢，切去兩邊唔要，將佢切成細段。準備啲薑末、紅蔥末同埋蒜末，具體嘅食材同埋用量可點開標題下方嘅說明區查看㗎。鑊裏面呢倒有啲植物油，開中火，等啲油熱嘅時候呢，倒入嗰啲四季豆，將佢鋪平之後呢，就冇喐佢啦。將嗰啲豆仔呢煎到表面焦黃，呢個過程呢大概1分鐘。1分鐘之後呢，我哋翻炒另一邊再煎，目的呢係將豆仔啲水分煎乾。成個過程我哋需要2到3分鐘嘅時間。如果你覺得我影片都唔錯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！你嘅鼓勵同支持係我繼續嘅動力，多謝晒。呢個時候呢，啲豆仔表面呢已經焦黃啦，豆身呢已經乾扁啦，倒出嚟備用。個鑊裏面呢，留翻頭先嗰啲油，唔使倒晒，就轉細火，倒入啲豬肉末，將佢炒散。豬肉末表面變白，唔再黐埋一齊嘅時候呢，我哋就轉大火，倒入白酒，繼續翻炒，剔咗嗰啲豬腥味。肉末表面呢就變晒白色啦，就倒入啲蔥薑蒜末，翻炒，炒出佢嗰啲蔥薑蒜末嗰啲香味出嚟。肉末表面啊變焦啦，焦黃，加入鹽同埋胡椒粉。如果要顏色好睇啲呢，可以滴幾滴老抽落去增加嘅顏色嘅。將啲肉炒到咁樣。有啲燶啦，咁就得啦。就將啲豆仔倒翻佢落去。我呢就冇嗰啲乾嘅辣同辣椒，我就加入啲紅嘅原椒嚟到點綴下顏色，同埋啲辣嘅綠色辣椒，嚟增加啲辣味嘅。乾煸四季豆呢，其實啲辣呢先好食噶嘛。倒入3湯羹嗰啲清水落去翻炒。倒入啲生抽嚟增加幾啲醬香味，同埋白糖嚟中和嗰啲鹹味，翻炒均勻。乾煸四季豆就出鑊啦。四季豆外皮有帶焦香，內部呢其實依然油潤多汁，肉物呢自帶焦香，非常送飯㗎。如果你鍾意我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。感謝觀看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